據統計，全球大約有1億5千萬人無家可歸，當中有好多係因為社會經濟嘅因素，例如負擔唔起住屋、貧困、失業、身體精神疾病、家庭破裂，甚至係種族歧視等等。但有啲人係因為工作或者係傷病而有家歸不得。另外，亦都有唔少人因為家庭暴力、青少年叛逆等原因而選擇離家出走。聖經當中提及有一個人，佢分得家產之後就離開家庭，及至花盡所有，走投無路，就只有硬住頭皮返屋企，希望父親能夠收留佢。但係冇想到，父親唔單止係既往不咎，而且仲盛宴歡迎佢回家。同樣，天父一直喺度等待你歸回佢嘅家，而且係藉着耶穌嚟到尋找拯救你。只要你肯重回佢嘅懷抱，就必能夠永遠得享與佢同在嘅福樂。